镜头转来咱国内，为了加强儿童照护，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儿童甲家庭署。也若针对明年新政可能会出现急诊塞车的问题，到时春节连假的时阵会增加奖励给付予医事人员。总统赖清德参加台大病院办的健康台湾深耕论坛，一入场就甲医界大佬一个握手致意。赖清德讲，政府为着要守护全民的健康，今年健保总额9286亿，比去年增加531亿，成长幅度是2年来上悬。另外，为着要回应医界几多年来的要求，也宣布成立儿童甲家庭署。向中华民国儿童健康联盟营务理事长吕鸿基致敬。在心理健康部分，政府补助约1亿3000万元，推动部建儿童青少年精神医疗团队及心智病房计划。未来卫福部将成立儿童及家庭署，就有一个儿童的专责单位来照顾儿童。为了要帮助儿童医疗照护的量能，明年开始健保署空列249亿健保总额，照顾0到6岁囡仔。赖清德讲，健保自去年到今年总共帮助8.57亿，调整儿童或者是小儿科专科医生的健保支付，并且用老龄奖励机制，鼓励医生继续伫小儿科。也若讲到过了过年期间的年假，可能也会发生急诊人伤济问题。医院的住院诊查费、护理费以及调剂费，春节期间9天，我们都给它加成100%。急诊服务同样适用。那门诊的部分呢，将依开诊时段来分列。因应少子化，也个要照顾儿童的福利，将会成立专职单位。卫福部长石壮良也希望借这边的机会，当教育部甲公共卫生业务拢会当有专门的单位。这摆规划是予国民健康署推展公共卫生，按算伫年底进前会向立法院提组织法修法草案，希望伫明年立法院第1会期会当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